大家好，歡迎收睇 N 家頻道。咁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咧，令到珠海中山成為咗香港人置業嘅熱門選擇。咁但係近年來咧，買樓送中港兩地車牌嘅廣告鋪天蓋地，究竟係政策嘅紅利定係精心設計嘅騙局呢？今日我哋 N 家深入調查，揭開背後嘅真相。咁首先大家要了解清楚買樓送兩地牌呢個政策嘅情況。咁喺2012年前呢，珠海係允許購買總價超過100萬嘅房產啦，申請兩地車牌。但係咧喺2012年4月18號咧，廣東省公安廳已經叫停咗購房送車牌嘅政策，咁至今咧係未恢復嘅。上面所講嘅兩地車牌咧係屬於跟樓嘅一種車牌。咁基本上，如果層樓過戶第3次呢個兩地牌就失效啦。而目前大量喺網絡上宣傳嘅買樓送兩地牌都係跟公司嘅，咁基本上咧都係通過空殼公司啦、虛假貿易或者係租賃車牌實現。例如最近比較多中介推嘅珠海雙隧撞龍灣啦、中山坦洲嘅金帝世紀城、中澳春城同埋佳景康城，都係話買樓可以送中澳或者係中港牌。咁如果唔要兩地牌咧，仲可以平多20幾萬，咁聽落咧係咪好抵呢？實際上咧，其實就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啦。你覺得發展商會唔會真係咁傻，白白平20幾萬俾你呢？根本咧就係本身喺樓價上面提高咗20幾萬啦，然後就話送一個兩地牌俾你，等你覺得好似好筍咁，有層樓喎，又可以有多個兩地牌用。然後如果你唔要兩地牌咧，就平翻20幾萬。其實咧都係用翻原本售樓部正常賣緊價錢買，但係就多咗個噱頭出嚟吸引眼球。你要牌嘅，咁咪用你俾嘅嗰20幾萬去幫你申請咯。咁另外可能有留意開兩地牌市場價嘅觀眾朋友啦，可能已經發現咗啦。咁就算發展商咧真係送一個兩地牌俾你，咁呢個兩地牌咧基本上都只能係行港珠澳大橋關口過嚟內地嘅。咁按照兩地牌嘅市場啦，唔同口岸嘅價錢可能都會有唔同。以下咧就係相關價錢嘅一啲參考。咁當然啦，現牌嘅價格變動較為頻繁，而且影響嘅因素咧都比較複雜嘅。表格上面嘅價錢咧就僅供參考。咁期牌同埋現牌嘅區別就在於，期牌係需要等待差唔多1年左右先可以上牌，咁現牌咧就可以直接過戶上牌去通關。咁20幾萬嘅兩地牌咧，基本上就係港珠澳大橋關口牌啦。咁但係因為港車北上政策嘅實行，其實而家港珠澳大橋咧可以申請單牌車直接過嚟內地，令到呢個港珠澳大橋關口嘅兩地牌價值咧係大打折扣嘅。如果真係喺香港有揸車嘅觀眾朋友要經港珠澳大橋過嚟嘅，你不如試下直接申請呢個港車北上啦。咁好過俾多20幾萬拎個兩地牌，效果其實咧係唔會差得太遠嘅。咁假設大家真係諗住要呢個牌照呢，申請嘅流程可能係通過以下手段去實現。咁第一個啦，就係利用呢個空殼公司或者係虛假嘅財務記錄去申請車牌。第二就係以租賃或者係收購公司嘅名義掛靠車牌啦，都係以公司嘅名義嚟申請嘅。咁就會涉及到唔同嘅風險問題啦。首先申請嘅流程咧，唔係話你即刻申請就可以即刻批復落嚟嘅，成個流程行完落嚟咧，起碼都要幾個月時間。咁喺呢個過程中咧，基本上你層樓都係要同步做手續啦。咁可能就會出現你做完啲手續啦，層樓已經係你噶啦，甚至乎咧中介啲佣金都收埋。咁但係咧你呢個兩地牌咧仲未行完申請嘅流程，然後咧可能就會突然間通知你呢個牌照申請唔落嚟。咁因為間公司咧唔符合呢個資質嘅審查，咁到時候咧層樓又冇得退啦，中介咧又唔使咩責任。你揾發展商啦，咁發展商一定又會卸膊話係中介負責啦，或者係第三方公司負責，叫你揾翻佢。而且咧呢種申請牌照嘅手續一般都唔會同你簽任何嘅文件保證同埋承諾嘅，所以咧風險上面嚟講都唔細。第二種情況咧就係假設真係申請到兩地牌落嚟啦，車牌咧都係屬於公司而唔係屬於你嘅。咁假如呢間公司董事變更或者係公司註銷咧，個車牌可能都會失效。而且咧通過成為空殼公司嘅股東啦，或者係法人獲取呢個車牌，咁因為咧你唔了解呢間公司嘅情況啦，假如呢間公司係有隱形債務問題啦，或者係涉及到一啲刑事犯罪，咁可能咧都會係牽涉到你嘅。
咁呢個風險呢，你又承唔承擔得起呢？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如果想喺珠海中山置業嘅話，建議呢都係買樓就專心買樓啦，唔好因為啲噱頭而買啦，咁理性決策先係關鍵。咁如果想要兩地牌又唔熟流程嘅，其實可以揾一啲專門幫人辦理兩地牌嘅公司去處理啦，情願花多少少錢啊，都唔好話去牽涉到一啲風險嘅問題，或者咧揾我哋 N 家去諮詢咧都係冇問題嘅。咁如果各位觀眾朋友想了解以上雙水撞龍灣啦、佳景康城、中澳春城、金地世紀城最新嘅 commission 情況，都可以 WhatsApp 我哋 N 家客服57627840，發送 commission 了解詳情。希望呢條影片有幫到大家，記得訂閱我哋 N 家頻道，一有新片更新呢，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咁想我哋 N 家拍攝更新邊種類型嘅影片資訊，或者係邊個樓盤呢，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或者係 WhatsApp 客服57627840留言。話唔埋呢，我哋就會過去拍攝你關心嘅資訊同埋樓盤。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我哋 N 家今日有一份經我哋團隊多年經驗製作而成嘅大灣區內房攻略送俾你，裏面會教你買樓必學8大重點，只要按住做包保唔會中伏。而家只需要訂閱我哋 channel WhatsApp 我哋打個8字，我哋就會將呢一份攻略嘅PDF 版 send 到去你手機上面，快啲嚟領取啦！